清明年假除了讲陪梦祭宗以外，有时间会使去佚佗，因为这个疫情无都出国的，想要去日本的人会使考虑去中华永靖，遐有几十张50年以上的大樟树啊，配合这个小桥流水，甲一寡水墙，有真高的日本风情，就袂输去日本共款。日式的天横造景有小桥，有中岛，而且阁有200年的松树。另外一边，阁有落雨上大道，秋冬的石板、柑仔黄色，都亲像伫油画当中。小桥流水生态池景观仪这边都有。充满日本风情的地点是伫中华永靖的这个文化园区，占地有10公顷，朴实典雅的建筑造型，加上绿色的盆栽，若是无讲，真正的掠准是伫日本三大名园的兼六园。足水的，看得足水啊！足好啊，很水。唔免出国，都会当看到日式的美景，阁会当做贺福。已经大概2年没办法出国了，那我真的蛮想去日本的。然后我在网络上就是刚好看到这个景点真的是太像日本了，所以我就来，然后还有出租这个和服的体验。不管是伫落雨上大道翕相，或者是伫石板路翕相，拢充满真高的日本风情。我们在树木的部分都是以100年的老树为主哦，那大概分成几种哦，包含了大黑松这棵紫檀，大概500年的紫檀，那以及我们有上百棵的所谓的50年以上的日本百日红，也会在5、6月份去做一个开花的一个情境。园区内底除了有真水的绿树，阁有盆栽以外，这个工程是一定要造访的景点之一。伊是伫1885年起的旧厝，加入闽南客家传统的建筑美学，这44间房嘛呈现出大家做真气派设计。清明连假唔免飞出国，到中华食小食食文化园区，嘛会使翕出像伫日本的兼六园同款水的美景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